千祈唔係得罪嗰啲好似鵪鶉嘅人，佢哋癲起上嚟唔係人咁品，呢種人一旦爆發好閪黐線，分分鐘死得好閪慘。喺一個月黑風高嘅夜晚，巢皮鏈生咗個 BB， 唔知點解佢想殺咗個蘇蝦，但係落唔到手，始終係自己生出嚟嘅。眨下眼多水清大個女啦，不過佢成個鵪鶉咁，人哋已經闊晒，佢仲係處女。由於平時粒聲唔出，一個朋友都冇，班同學個個都笑柒佢。一陣間玩完水球去沖涼，沖下突然間流血，嚇到佢閪咁。原來佢第一次嚟大姨媽，冇人話佢知要點做。金毛拎掟包護舒寶俾佢，其他同學又咁樣做，佢更加驚啦。昂喺連最撲街拍晒錄像，根本唔理佢嗌晒救命。好在體育老師殘基已經趕到，多水清情緒有啲失控，殘基一巴升過去，即時冇嘢，然之後帶佢去辦公室，老師安慰佢嚟大姨媽好閪正常，唔使驚。問佢邊個帶頭搞事又唔出聲，冇閪辦法，唯有叫佢老母過嚟。多水清聽到又嚇到閪咁，搞到個水樽都爆閪咗。唔使幾耐，巢皮鏈嚟啦，佢一句聲唔出，拉個女走。多水清問佢做咩唔教下佢，搞到喺同學面前冇晒面。隻閪婆九唔搭八，話個女有罪，要佢入房仔懺悔。多水清唔制就夾硬掹佢入去，條女又情緒失控，棟門都震裂咗。眨下眼到咗夜晚，巢皮鏈放翻個女出嚟，死昂閪連居然將條片發上網，仲有1個月就畢業。殘基同班傻閪計數，罰佢哋家中，邊個唔制就停課。停課嘅後果係唔能夠參加畢業舞會。昂閪連第一個唔制，你算條撚啊？憑咩叫佢哋家中？隻閪婆諗住叫埋其他人一齊，老師肯定吹佢哋唔脹，可惜人哋唔屌佢，咁就好閪冇癮。佢死死地氣走咗。同時多水清翻到學校，好多同學笑鳩佢，瘀到閪咁，佢縮咗入屎坑，個人發晒猛疹，估唔到塊玻璃爛閪咗。佢發覺自己可以控制玻璃，含柒都冇咁歡喜，跟住就去圖書館抄關於超能力嘅書，睇過就翻唔到轉頭，連上課都偷偷地練習。不過俾老師見到，叫佢上台演講，個個都笑柒佢，係得番鴨讚佢講得好。過咗冇幾耐，昂閪連揾老豆嚟學校講數，屌柒殘基冇證冇據，冇權阻止佢個女參加舞會。拍錄像已經夠衰啦，發上網衰多以前重。好簡單，如果昂閪連部手機冇條片，佢就講對唔閪住，冇可能。昂閪連唔制，同條仔通坑渠，次次都拍低，俾你哋睇到仲得了。一傻閪嬲爆爆走鳩咗，跟住去揾金毛拎，問佢點解唔幫拖，因為佢意識自己咁做唔啱，做錯嘢就要承擔後果。唔理昂閪連講咩，金毛拎翻咗屋企，見到老母幫佢準備好嘅靚裙，佢有個大膽嘅諗法，叫條仔番鴨邀請多水清參加舞會，佢自己就唔去啦，當係補償下嗰日做得唔啱。番鴨咁閪靚仔，直頭係女同學嘅夢中情人，諗住開口食硬佢，點知多水清居然唔制，驚人哋玩鳩佢。係人都知番鴨同金毛拎拍緊拖，佢話條女唔去，所以邀請佢做舞伴。多水清心郁郁，不過始終唔敢應承。殘基安慰佢，驚係咩？人哋請你就去，心中有佛，怕佢碌柒。然之後又揾當事人問清楚，番鴨兩個係真心想揾多水清做舞伴。下晝放學，隻閪仔直頭去人哋屋企等，再拒絕就好閪冇禮貌。多水清應承咗，不過要10點半翻歸，得啦，7點鐘嚟接你。多水清含柒都冇咁歡喜，去睇下啲靚裙，好死唔死俾昂閪連見到，翻到歸同老母講有仔約佢，但係巢皮鏈一啲都唔開心，人哋想食你隻豬咋傻女，老閪都唔俾個女參加舞會，又想叫佢入房仔懺悔。呢次多水清唔屌佢，超能力爆發，嚇到個老母閪咁，講乜柒都冇用，舞會佢去硬嘅，邊個都冇面俾。另一邊昂閪連同條仔閹雞玩嘢，去人哋豬場劏豬，放啲豬紅整蠱多水清。第日金毛拎幫手佈置會場，失驚無神作嘔，恭喜晒佢有咗係番鴨嘅。夜晚多水清自己車件飲衫，部衣車唔使用腳踩，全靠超能力，一陣間就車好條靚裙。昂閪連幾個就鼠入會場搞陣，將桶豬紅吊上去，到時一拉條繩就倒落去。話咁快就嚟到舞會嗰日，班姣閪一個二個批蕩鮮灰，番鴨佢哋亦換咗套老西，諗住今晚有海鮮食。多水清就換好條靚裙，準備等白馬王子嚟接佢。巢皮鏈又嘰嘰格格唔准佢去，唔使幾耐，番鴨開架靚嘢嚟啦，
多水清含柒都冇咁歡喜，嗱嗱聲落樓。佢老母把口唔收，煩到閪咁，忍無可忍，一鳩運佢入房仔，順便將條插銷溶閪咗，跟住就同番鴨趕去會場，唔知仲以為佢哋係情侶，殘經已經嗨緊。番鴨話舞會結束去酒吧飲2杯，多水清講好10點半返歸，唔去啦，一陣再講，不如跳隻舞先。於是兩個去咗舞池，多水清好似食咗蜜糖咁，心諗如果番鴨係佢條仔就好啦，齋仔打蛇隨棍上，散場去酒吧飲2杯，是閪蛋啦，11點返歸都冇所謂。另一邊巢皮鏈監粗掹爛塊門板，呢個時候昂閪連同閹雞嚟啦，兩個仆街擒上邊，舞會開始選舞王同舞后，個個都有投票權。多水清見到兩個座位好閪羨慕，幻想緊自己坐上去就爽咯，想有閪用要做先得。番鴨兩個投咗自己，昂閪連又玩嘢，發條微信俾金毛拎，話多水清一陣就瀨嘢，齋婆雞咁腳趕過去。會場有兩個仆街出蠱惑換咗啲選票，唔使幾耐金毛拎趕到會場，冇乜意外番鴨兩個贏咗。多水清好似發緊夢咁，雙腳飄飄然，感覺好似做咗神仙，唔經唔覺上到舞台。金毛拎發覺唔妥想通水，點知俾殘雞英拱咗出去，突然昂閪連拉咗條繩，成桶豬紅兜頭淋落去，係晒啦。咁仲未算，有隻傻閪放翻之前嘅錄像出嚟，現場啲人笑到閪咁，昂閪連兩個嗱嗱聲較腳，點知條繩鬆咗，隻桶卜正番鴨，冚啦係咁大啦。多水清好閪難過，情緒失控，當場爆發，西鳩撚嚟，佢驚啲人走佬，即時閂門，會場倒瀉羅係咁，出蠱惑兩個狗男女當場釘蓋，有兩隻傻閪跣親俾人監生踩死，好快會場燒到冚冚聲。多水清追出去，見到對狗男女開車走，俾閪佢走啊，眨下眼就嚟到後邊，跟住一腳踩爛地面，閹雞走唔到，唯有掉頭。見到多水清企喺度，條撚友狼過華獸隻狗，抌盡油想炒低隻閪婆，可惜諗多咗。多水清有超能力，下一秒架車炒咗，閹雞慘到閪咁，昂閪連仲唔死心，thân後又炒埋嚟，多水清成架車戚起，然之後揈咗過加油站，昂閪連個頭撞爛擋風玻璃，破晒相唔死都冇用。多水清順便拉着電線，兩個狗男女一鑊熟，齋婆家知驚啦，嗱嗱聲翻歸，間房仔隻門爛咗，巢皮鏈唔知死咗去邊，話知個含撚吹簫，洗個白白先，沖乾淨之後巢皮鏈出嚟啦，一老閪學話當年俾魔鬼強姦，先生咗多水清出嚟，兩母女攬埋一齊祈禱，點都諗唔到隻閪婆突然吉鳩個女，多水清彈開佢，隻傻閪仲想殺個女，癲噶！多水清冇閪辦法控制啲刀叉叉，冚唪唥吉中個老母，巢皮鏈閪個糯米雞，好快就死撚咗。呢個時候金毛拎揾上門，佢騰晒雞想幫多水清，太遲啦，佢殺咗自己老母，個人就嚟癲啦。佢知道金毛拎有咗係個女，跟住送佢出街安全落地。多水清兩母女同間屋一齊沉咗落去。電影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